人氣歌手側田啊，近排因為上咗 TVB 嘅節目唱錢，憑住愛情陷阱、明眼、數字人生等優秀嘅表現，令到佢人氣再次急升。網民都紛紛討論，到底樂壇係咪欠咗側田一個交代？又到底側田可唔可以再次重踏紅館，再開演唱會？今日就等巴達威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側田可唔可以再次鹹魚翻身，憑住唱錢呢個節目呢個人氣大逆轉。好，喺討論到底側田可唔可以成功翻身之前，我哋先講少少佢嘅背景啦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，其實側田本身唔係香港人嚟嘅，佢唔係喺香港出世嘅喎。其實側田係美籍華人，佢喺1976年出生於美國嘅紐約。大約2歲咧，佢就翻咗嚟香港，就喺香港就讀聖保羅男女小學同埋中學。到大學咧，佢就翻返去美國嘅西雅圖就讀，就喺華盛頓州立大學嗰度讀書。畢咗業咧，佢就喺雅虎嗰度咧做過一輪嘅工作。但後來咧，佢就翻返嚟香港，想加入樂壇。咁佢親戚嘅帶挈下咧，佢就加入咗雷頌德嘅公司 On Your Mark Limited 音樂創作公司。咁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佢唔係做前線嘅，佢係喺幕後度做一啲監製。例如佢曾經幫陳慧琳嘅歌去做監製，亦都幫衛蘭 Day and Night 呢隻大碟去做專輯監製。最多有創作就係幫古巨基作過《大雄》同埋《傷追人》2首大熱嘅歌曲，亦都因為幫古巨基作咗《大雄》同埋《傷追人》呢2首歌，古巨基亦都俾個機會佢喺紅館度上台獻唱。喺2005年嘅時候，古巨基舉辦咗勁歌金曲演唱會。咁側田就有機會喺一個清唱嘅環節入邊去表現自己，結果好評如潮，亦都得到金牌經理人 Paco 黃柏高賞識，將佢簽入咗金牌娛樂事業有限公司，行到幕前。正式出道之後，佢可以話風頭一時無兩，打破咗好多嘅紀錄。佢當時嘅主打歌有《好人》啦、Erica、明眼、我有今日等都大獲好評，而且喺當年嘅年底囊括晒所有嘅新人男歌手獎項，而唱片嘅銷量亦都成為咗當年金牌唱片公司最高銷量嘅唱片之一，可以話去到白金唱片嘅數字。而且佢仲即刻快馬加鞭，成為咗香港最快上紅館嘅歌手。佢當年就喺香港體育館，即係紅館入邊舉行咗芝華士側田 One Good Soul 個人演唱會，結果10分鐘內就即刻賣晒。然後唱片公司亦都即刻話加開2場，亦都仍然大賣。所以佢係風頭一時無兩，係絕對嘅黃金新人。亦舉行完演唱會之後，佢嘅輝煌成就仲未夠。佢第2年，即係用咗1年嘅時間，佢就由最佳嘅男新人去到叱咤樂壇入邊打入3甲，成為最佳男歌手嘅銅獎。風頭真係一時無兩。跟住佢亦都不斷地舉行唔同嘅音樂會、演唱會，甚至乎同香港管弦樂團合作，舉辦咗港樂側田演唱會。所以當時佢真係完全係由最佳男新人變到首屈一指嘅男歌手，已經可以同當時嘅古巨基、張敬軒、陳奕迅等等叮當馬頭。咁但係到底點解側田會由高峰滑落嘅呢？其實都有幾個原因。首先就係佢嘅私生活。
佢嘅感情生活經常性被雜誌形容為喜愛夜蒲。講到側田當時好鍾意落 club，好鍾意識唔同嘅女仔，好鍾意嘅交唔同嘅女朋友。咁當然鬧得最熱烘烘嘅就係當時嘅新晉女歌手林源。但係呢個不斷追女仔嘅形象，就同佢本身情歌王子嘅形象大相徑庭，所以佢嘅形象開始備受質疑，亦都開始人氣下滑。咁除咗佢嘅感情生活、感情態度之外，另一個打擊佢最大嘅就係佢嘅外表，因為佢由一出道開始就已經經常戴帽示人，可能戴冷帽，亦都更多係戴 cap 帽咯。咁但係到底帽下嘅世界係點樣嘅呢？無論記者定觀眾定樂迷都感到好好奇。跟住當時嘅雜誌一本便利就影到佢嘅除帽形象，發現到佢地中海禿頭，呢個形象亦都令佢人氣再一步下滑，備受爭議。咁但係雖然話人氣下滑，咁但係其實都未至於跌落谷底嘅。真正嘅谷底其實嚟自於跟住落嚟嘅兩件大事。真正令佢形象受損嘅，其實係繼續嚟自佢嘅喜愛夜蒲嘅生活。喺2009年嘅9月，佢就同當時稱兄道弟嘅曹格一齊前後腳去咗中環嘅一間酒吧消遣。而家呢，曹格就喺酒意之下，就喺酒吧邊同人起衝突，繼而動武。咁側田呢，其實就嘗試做和事佬，咪勸交嘅啫。咁勸完交之後呢，兩個人就去的士度準備走啦。咁但係呢，記者就認到啦，曹格突然間落車，仲攞起側邊好鋒利嘅路牌，試圖施襲，又起飛腳踢車入邊嘅人。咁記者一聽到車入邊一聲慘叫，跟住側田跌帽，仲疑似被踢中下體受傷。經過呢個事件，側田就被定性為喜愛夜蒲，亦都被定性為衝動、魯莽，形象徹底受損。事實上，佢同曹格跟住嘅歌路或者喺娛樂圈嘅發展，亦都開始停滯不前，每況愈下。但雖然話佢喺香港嘅情況每況愈下，但側田冇去跪低認錯，反而佢就同香港嘅傳媒講，佢引咎大家，引咎香港，引咎香港嘅傳媒，佢寧願返大陸去發展，都唔想再喺香港。當時就豪氣形容，佢話喺大陸做3線歌手，都比起香港做1線歌手幸福得多，所以佢就徹底離開香港，進奔內地。喺內地嘗試過為一啲電視劇去唱一啲插曲，亦都曾經推出過國語歌，或者參加門面歌手類似嘅音樂節目，咁但係都冇辦法去大紅大紫。所以而家佢都好想返嚟香港重新出發，希望大家俾個機會佢。就包括今次上嚟 TVB 唱前呢個節目。今次側田呢，為咗打呢個翻身戰，可以話使出咗渾身解數，實力全開啊！佢順利打爆咗唱錢呢個遊戲嘅9格星盤啊！首先佢就由 Level 1嘅分分鐘需要你開始，又逐步升級，直至 Level H 嘅命硬。最後佢更加挑戰極度高難度嘅 Monster Level。林子祥嘅經典金曲《數字人生》，《數字人生》呢首歌，哇，時長1分56秒啊，比普通過關嘅歌曲長咗成1倍，所以先叫 Monster Level。歌詞密集，而且幾乎冇唞氣位啊！但側田最終都成功以94.1分嘅綜合成績，98.1% 嘅拍子準確度，
完美攻克，實力驚人啊！所以網民都紛紛講：咦，其實樂壇係咪欠咗側田一個交代呢？佢係咪值得去成功復出呢？咁你嘅巴達威呢，就覺得佢要成功復出，其實有幾個關鍵嘅。單單今次嘅唱歌項目呢，係唔足以令佢即刻翻身嘅。今次嘅表演項目其實反映咗佢嘅唱功仍然喺度，咁呢個係值得欣賞，亦都值得欣喜。有實力可以話係翻身嘅第一步，但呢個只係第一步啫。因為事實上唱功好嘅人亦都大有人在。前嘅可能有張學友、有李克勤、有陳奕迅或者古巨基，咁後嘅其實例如張天賦等等嘅人嘅唱功其實亦都唔差過佢。要真係聽唱功嘅，甚至乎而家好多各式各樣嘅比賽，一啲素人參加嘅比賽，其實都好多臥虎藏龍嘅參賽者。所以如果單係買呢個唱功，係咪值得俾側田一個機會呢？恐怕真係未必嘅。所以佢齋賣唱功係唔足以翻身，唱錢只係成功嘅第一步啫，叫做攞翻少少人氣，勾起翻少少回憶。要真正翻身，可以話有3樣嘢佢一定要再做，先至可以真正咁樣去呢個大逆轉，重返香港嘅樂壇。首先佢要真正翻身，其實佢就要再重現佢嘅創作能力啊！好多人用鄧紫棋啊 Gem 嚟做比較，點解佢能夠翻上大陸都繼續大紅大紫？其實好大原因係因為阿 Gem 佢自己本身有好深厚嘅創作能力。咁其實側田有冇咧？如果話睇翻2000年代嘅時候，其實佢係有呢個創作能力，甚至乎攞過唱作人獎嘅。佢作曲同埋填詞都曾經有一啲唔錯嘅作品。咁所以如果話今時今日佢真係要呢個大翻身、大逆轉，其實除咗賣佢嘅唱功之外，更重要係去賣佢嘅創作能力啊！佢真係要作到一啲能夠朗朗上口，令人哋印象深刻、一聽難忘嘅經典歌曲。如果佢能夠有啲全新嘅歌曲嘅話，咁就有機會真正大翻身。而且今時今日其實個平台係簡單咗、容易咗嘅。就算佢冇再簽唱片公司度，都唔係問題嘅，亦都唔一定要等上 TVB 或者 ViuTV 先能夠宣傳嘅歌。即係佢有新嘅作品喺自己個人嘅可能 YouTube channel 或者唔同嘅各種社交平台上面發布，只要真係能夠做到朗朗上口，令人哋印象深刻嘅話，佢要紅其實真係唔難。但最重要係佢仲有冇呢個嘅創作能力呢？仲有冇呢一份嘅創意呢？如果有嘅話，佢真係不妨用一用，重新做一啲新嘅歌，唔好再單靠命硬嚟食老本。有新歌先至可以令佢有新嘅聽眾、新嘅樂迷，搭新嘅一代。所以創作係第一個翻身嘅重要契機。咁但係除咗創作之外，第二就係佢要杜絕晒所有嘅緋聞，佢要痛改前非。如果佢繼續作咗一兩首新歌，有翻一啲嘅人氣，又再去落 club 去玩去識女仔嘅時候，再次一大堆嘅緋聞或者醜聞，咁其實只會令人覺得佢一錯再錯，咁好難去真正想俾機會佢。要大家俾機會佢，佢就一定要做到浪子回頭。浪子回頭嘅意思即係要痛改前非。其實亦都唔單止講緊落級去玩呢一種嘅醜聞，佢亦都要去
甚至乎去向香港嘅樂迷認錯。即當初佢講到話，哇，翻上北京做三線歌手都威過你哋香港啊！佢講出呢番話，其實佢相信香港人嘅心。到底佢可唔可以願意承擔、願意道歉，為佢曾經呢一番嘅失言去認錯呢？當然，佢認咗錯唔代表所有人都會原諒佢。但如果佢能夠認錯，如果能夠認低威，如果能夠擺翻個低姿態，一種謙卑嘅態度，去同香港嘅樂迷講：我知錯啦。原來內地嘅市場唔係佢想象中咁易入。我想翻返嚟唱廣東歌，翻返嚟同香港人去宣傳音樂。如果佢能夠真係道歉嘅話，都相信係可以扭轉到少少嘅形象。當然，正如頭先所講，前提係佢要有新嘅優質嘅作品，同埋唔好再去不斷地各種各樣嘅醜聞。如果能夠做到，能夠大翻身，其實都唔係真係咁難。但如果佢要錦上添花，更加穩陣嘅話，巴達威會建議佢就係去用佢嘅才華、創作能力去幫人。佢做善事，如果你話可能宗教上係幫自己積福，咁但係其實就算冇宗教信仰，幫人都係一件好事。去幫佢建立翻個人脈，亦都去聚積翻啲人氣，因為佢能夠幫翻啲歌手去編曲、去監製，即係當佢冇咗呢個作曲嘅能力，或者佢作咗啲好歌想俾自己嘅，咁起碼可以去幫人做翻啲監製。咁但係當然唔好求財啦，你先去義務，或者可能用一個比較平嘅價錢幫一啲新人，去幫佢哋打咗啲新嘅作品。如果佢能夠用佢嘅經驗，用佢嘅才華去幫助一班喺樂壇嘅新貴有啲新嘅作品嘅話，咁呢個都係一種出路。所以總結，首先佢要細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唔好再犯以前犯嘅錯，同埋甚至乎如果可以，就最好為佢以前嘅錯勇敢去道歉，跟住保持佢嘅創作力，既幫一啲新嘅歌手，同時間亦都為自己推出一啲新嘅膾炙人口、朗朗上口嘅作品。如果佢能夠做到咁樣，就可以真正有一個大翻身。大家又對側田有啲咩意見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